为着要避免新北市的粪扫进入桃园，第3档前环保局试办桃园市的专用粪扫袋啊，统计嘛指出讲粪扫量大约有减少2成。也毋过地方是阁有真侪意见，环保局表示讲明年会先来针对非家庭用户的粪扫来做评估。新北市是专用的粪扫袋啊，真侪年，桃园为着避免新北的粪扫走来倒，伫外近新北市里、鼓山区、花莲、龙华、北投区，大名大经理试办桃园市专用粪扫袋啊，超过3年。根据统计，试办了后，粪扫量大约减少2成。不过因为地方的意见无同，所以全面实施的时程也未定。应该早就要实行啊！原来的时候，大民进来，我们大人就是要第2趟。但是现在那个转用垃圾袋随袋征收，垃圾随袋征收以后呢，那我们就是1趟就 OK 了。我想这个政策就跟我们垃圾不落地的道理是一样的，一直都没有所谓的倒垃圾需要付垃圾袋的钱，现在突然要收这个费用，那民众我想一下子大概是不太能够接受了。实施专用粪扫袋的大经理李长表示，这个计划当初是试办1年，即马拢3年啊，粪扫至少减少1/3。虽然头起小民众无关系，即马接受度是大增加。不过其他的里的民众一听到专用粪扫袋的政策，真侪人也是反对，认为原地用买物件无用的塑胶袋对粪扫是废物利用，创啥搁加买一个粪扫袋啊？有70%的民众对于随袋征收是有支持的情形，那所以目前桃园市也持续在评估全面推动随袋征收的这个方案，那优先的针对这个非家户的部分来进行。环管处表示，所有粪扫源头减量会以专用粪扫袋做目标，先针对非家户的粪扫优先列入评估，再搁针对家户的粪扫，会先收集各方意见甲回应，找出民众的议论，加强沟通甲说明，评估出上适合政策推动的方向甲模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